Berkeley 嘅項目喺 River Lea 河旁，行10分鐘咧就去到 Hertford Town Centre。由 Hertford East 搭火車去倫敦 Liverpool Street Station 咧，都只係49分鐘啫。Hertford 本身就係一個好成熟嘅英國 town， 所以喺呢度咧日常配套都齊全，亦都有充足嘅本地需求。仲有一個好大嘅賣點，就係直接入倫敦咧嘅交通非常方便，所以呢度係一個好宜居嘅地方，有充足嘅租務需求，亦都有好多買家住喺呢度㗎。Hertford Lost 而家係 First Release Berkeley 嘅新盤 ，apartment 咧就由294000英鎊起，咁項目有1房啦、2房、3房同埋4房嘅 townhouse 選擇。1房好啱 first time buyer 或者第一次投資英國物業嘅買家，2房咧彈性就大啲，適合出租、自住或者將來俾屋企人用。如果中意 house 嘅朋友，呢度都有選擇，唔同嘅需求都滿足到，係一個好好嘅長線投資。由項目行去 Hertford East Station 咧，大概只需要5分鐘。由呢度去倫敦 Liverpool Street Station 咧，最快49分鐘就到啦。而去 Hertford Town Centre 咧，只需要行10分鐘左右啫。所以交通係好方便，而且好近市中心，有 coffee shop 啦、餐廳、超市、學校、公園等等，衣食住行都喺附近。所以點解呢度會有咁大嘅租務同埋自住需求呢？就係因為呢度嘅位置非常之方便。Hertford Lost 就喺 River Lea 旁邊，相比起市中心入面嘅住宅咧，呢度嘅感覺會開揚啲、舒服啲，有河邊嘅步行徑、綠化空間，亦都有對住河景嘅 Podium Garden， 設施亦都好實用，有 concierge、有 gym、有 lounge， 戶外嘅空間，放咗工咧就可以去做 gym，weekend 去河邊行下，有時想轉換下環境咧，又可以落去 lounge 嗰度做下嘢，呢啲全部都係加分位。項目預計嘅落成時間咧係2028年嘅第一季同埋第二季。投資嚟睇咧，呢度嘅預計租金回報最高可以去到7.1%。Hertford 喺過去5年嘅租金升幅咧已經係43%啦。我哋唔係講緊將來，係講緊過去5年實際嘅租金升幅，證明呢度有好充足嘅租務需求。點解？因為地點啦，有車站，直接可以去到倫敦市中心，有齊生活嘅所需。如果你平時係睇開倫敦嘅物業，呢個項目會俾你一個全新嘅角度。佢唔係傳統嘅倫敦市中心盤，但係佢係一個成熟嘅英國 town。Berkeley 嘅項目行到去 town centre， 隔離有火車站，唔使轉車，直接可以去到 Liverpool Street Station， 有 apartment， 又有 townhouse， 又有河景，呢啲就係呢個項目嘅賣點啦。佢俾咗買家一個全新嘅角度去睇英國物業，唔一定要將所有嘅選擇都放晒喺倫敦入面。所以如果你而家比較緊唔同嘅英國物業，又或者係想睇下倫敦以外有冇更加好嘅選擇呢， Hertford Lost 會係一個好好嘅 option。如果你想攞價錢、floor plan、availability 或者安排睇樓，即刻聯絡我哋 PitchBook Property。